呢嘅客家新新聞係陳建州。當然呢，早晨9點半，係客家新新聞都會喺網路上帶你了解有關武漢肺炎疫情嘅最新消息。喺近邊呢，客家新新聞一開始呢，有一個天時之時，我同大家來做分享哦。就講呢，近邊呢，大家空從呢出現嘅時間呢，可能呢都會看到講一個天時係非常非常好，看到呢一個藍藍嘅天空，還個有拍拍雲，心情就動好。唔過呢，一個天時安好，要注意呢，就係一個溫度同紫外線指數都有地位高。近邊呢，全台灣嘅高溫差唔多嚟到33到35度，還個呢，我哋看到一個紫外線指數，一個近邊呢，就氣象局嘅資料表示講，一個紫外線指數呢，仲係啲嘉義以南到屏東，還個有從東半部地區花蓮、台東，那麼就係外到鴉片，嘅紫外線指數單單都會到危險級，嘅從中部以北，還個有從宜蘭一條所在呢，嘅紫外線指數都嚟到嘅高兩級，一個高兩級嘅意思呢，就係講可能呢你5到5倍發通，差唔多15分鐘就有可能會曬傷。故此呢，提倡鄉親朋友也記邊呢天時要較熱地位，大家出去時間呢，都係記得呢為做好防曬，為記得加洗多滾水。何啥啦呢？為對一個近邊呢事態報紙嘅頭版呢來關心近邊關於有哪條重要消息。等下一下呢，啲早晨10點時間呢，就會差唔多啲半點鐘過後。喺行政院呢就會來召開記者會，針對呢7月15未來實施嘅紓困券呢，會來公布詳細嘅內容。會同大家講呢，一個紓困券為用嘅來量，用嘅來發，韓國呢為用嘅來用，有乜嘅規定咯？等下呢行政院就會同大家呢來做公布嘅。先來看到一個蘋果日報同大家呢來整理呢一個振興券一下政府嘅規劃。而啲呢，佢就同大家講，一個振興券呢係啲7月15未來實施，從佢一個電子支付嘅方式，加上呢消費3000元，嘅政府呢就會直接推2000元本金。等下一下呢，行政院就會來公布嘅。嘅振興券呢，可能呢也呢有動到嘅民眾呢都動上來問哦，嘅包含呢一個振興券乜嘢將2億多呢？而家呢政府呢係規劃嘅全台灣所有嘅民眾無本勞倫體恤。嘅假使呢，講仍係有中國台灣先，韓國呢仲係中國偏愛同外國偏愛一條民眾做錢都2億多，韓國呢對6月大起時呢就開始呢會本年來主文呢，都係7月15為正式發本大家嘅使用期限係到今年呢12月底，也係使用期限將大家呢為注意嘅為用嘅來用咯。而家呢民眾2億多嘅振興券呢，為本眾利用嘅方式，一個係資本，一個係數位嘅方式。假使呢，你係以2資本嘅話，就做到2到差唔多呢1貼嘅資本哦，嘅資本嘅面額差唔多呢，就係講有幾種嘅方式咯。嘅假使呢，民眾呢提到有扣嘅那1000元，就2億多3000元按用嘅振興券呢。韓國呢將係一條關於大眾義務一條，嘅政府呢會直接發本5億條，會直接呢會發本一條大眾義務3000元按用嘅振興券，希望呢來擴大關於帶動經濟消費按用嘅效益。然後呢韓國呢假使民眾2億多嘅振興券過後呢會係用嘅來使用咯。先主要呢就講一個資本嘅方式呢，民眾呢會2到將係200元呢有5種，韓國500元總共呢有4種，一年呢就做嚟本大家呢去到各大場所來使用嘅，給民眾呢做嚟去到哪條所在來使用咯，應該來詳細看一下嘅蘋果日報同大家呢來整理嘅使用範圍。佢哋使用範圍都好呢，記住同大家講嘅，也政府規劃嘅，從係餐飲、傳統市場，然後呢韓國有從夜市、百貨公司、送錢同買餸一個所在，然後呢包含呢認真講一個語文發通，沒有啲100疫情當中受到動態嘅影響，故所呢仲係語文發通，假使民眾愛去看表演、看演唱會一條做錢都用得。韓國呢假使民眾愛去坐台中運輸工具，仲係高鐵、台鐵，然後去買票時節都做得來用哦。唔過呢一個振興券呢，還係有啲限制哦，就係講一下當年來使用嘅外送平台一部分係做唔得來用嘅。韓國呢假使講係去到嘅旅遊網站來相關嘅套票一部分呢係做得用哦。
韩国啲两个时间要注意嘅，佢13年系限天100呢，就做成老几2转来，佢啲两个时间呢会来比对眼资料、眼身份证是否系会用政府呢来做管控哦。那我呢，嘅假使呢唔系用数位方式来使用嘅话呢，嘅民众呢咪系要注意，也有几种嘅使用方式咯。假使呢民众呢系卡好呢用数位从系压到 Apple Pay 啊，系咪讲有卡压到鸦片呢做得用？假使呢唔系啲用路方来买东西嘅话，你就可能呢做得。啲用路方消费3000日元，嘅假使呢有同银行呢有登记相关的政府有连接，嘅就总的呢用3000日元来抵用，政府呢会刺接留2000日元抵用呢发本人哋会飞转2000日元到刺接到人哋会政府按用嘅咪算系一种振兴券的方式。而家呢，清楚有政府未来发嘅振兴券，清楚有觉得就会讲对疫情发生多件，有各行各业都有受到动态嘅影响哦，从包含嘅一下就劳动部清醒的统计，就表示讲一下闺女嘅两目前假嘅人数嘅基金超过嘅26000日元。我哋看一下下面新闻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到关于经济，劳动部公布清醒嘅减半疫困，未实现了无薪假嘅通报。到5月30日为止，就还有2330件事业单位26323間人了无薪假，当中有2200万人系单日国际航空、华航企业工会精神是华航。我们华航资方跟劳方所签订的这个协议是扩及所有的人员，所以说受到影响的是近乎是应该是1万人。好。那但是要通报给劳动部，因为劳动部设了一个这个集聚在那边，好，那个集聚是那个集聚受到影响，那个集聚的是在2000多人而已。华航企业工会表示，大部分员工大概月加了4到5年，一级调降15%。工会很同公司强行挨过去，对5月起始到7月底线是系冇裁减。劳动部表示，同上一期来比，礼拜增加45间事业单位，3823間人通報實施無薪假，當中大小同傳染業，還有批發同人賣業，還係衝在一起，仲還有563間事業單位，7468間人了無薪假。涉及了無薪假嘅人當中，少2.8間係大小同傳染業，亦係批發同人賣業。另外，運輸同倉儲雖然了無薪假嘅廠商，僅僅增加2間，人數則增加2164間人，幅度係246.53%。邊境管制的話，那確實他們就受到的影響比較大。那我相信他們透過勞資雙方協商，最後能夠把這個案子報到縣市政府，再報到勞動部來，我們就會提供相關的協助。另外，基本外界點名為普選嘅勞保基金，勞委會表示，在疫情嘅影響下，到4月底為止，規模係7146億，累計收益數係24848.4億，收益率負6.10%。記者吳亞儀、錢立峰台北報道。現在政府呢喺規劃講，嘅振興券為到7月15將來實施，唔過啲民間有動動業者就表示講，家條呢基金就等唔出嚟，認證家條呢對公營過後受到疫情嘅影響，基金連等家長年嘅成立長存到233萬多天天，故所呢家條就希望政府家家呢來使用嘅振興券來帶動經濟哦。唔過呢，一嚟振興券發嚟過後，有一多民眾呢都表示講，吃到講以後。同支持政府的做法，不過呢啲國民黨也偏還係有無強用意見哦。而家呢就認為講，一啲政府的防疫尚係做到當好，差唔多呢其實本政府的防疫達係95分按高嘅成績。不過呢，佢就認為講，一啲紓困政府的表現就還為這個加油哦。而認為講，政府嘅紓困嘅成績係防疫嘅點到過來漲59分。其他呢就呼籲講，一下政府呢假使呢為了加強紓困的力度，就應該為發加到位。佢就認為講，佢就想為提案講，政府應該這個增加2100億元愛用的預算，其中嘅1600億元為來做振興券嘅使用。佢就希望美呼籲政府直接發本所有民眾6000億元按度嘅現金，本大家呢直接來做消費，帶動國內經濟，也係國際對振興政府振興嘅做法無強用意見。
本身呢，我这个同大家带来呢係自由時報嘅報道咯。自由時報呢，佢有詳細這個同大家呢來講下正行健嘅使用方式同限制哦。佢有講到正行健係到7月15，今年係拜三就會來實施嘅使用期限係到年底。然後呢，仲係有當到銀行未提出嚟相關嘅優惠措施，亦都希望呢，亦都民眾呢做得同家頭嘅銀行賬戶來連接，亦係用家頭嘅信用卡來刷卡，亦都呢。會提出很多優惠來向消費者來用哦。加上呢民眾呢想喺留意3000元控態嘅也使用價值，做咗呢去好好來研究各大銀行提出來嘅無強用嘅方案。然後呢，為這個同大家來強調一下，嘅正行健呢，嘅針對關於120萬嘅大眾用戶係直接呢會發3000元本價到。係講你假使唔係用數位消費，唔係用實體嘅資本嘅正行健，嘅可能呢會直接呢留下消費嘅錢，直接呢用 ATM 來推轉唔到，也係無強用正行嘅方式，請大家呢還要注意。唔過呢詳細嘅使用方式呢同規定呢，定價一下10點行政院呢會這個同大家呢來做宣布。後生呢，我這個嚟關心 N 籌備有關疫情的其他消息。N 籌備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係宣布講，台灣有新增加一類對美國轉來嘅境外落來嘅個案，而係一類52歲嘅女性哦。而先前呢係第3月15日就去到美國出差嘅，下後呢第5月底轉來時節就有確定採回到武漢肺炎。詳細情形來看 N 的新聞報道。關於新增加日例境外帶嚟嘅確診案例，按443係日屆52歲嘅社會人，今年3月到美國出差，5月18又出手撈皮水檢出了了檢條，20日偏誤到梅水，30日轉台灣過後主動通報，經過採檢到6日抽日確診，撈機向下抽籤後兩派嘅領客，有37殺列做幾家隔離嘅對象。他在美國也沒有就醫啦，哦，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確診的個案，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目前的做法就是說，如果他在抵達之前，可以主動告知，那我們這邊大概就是根據我們這個做法的話，就是做在機場當場採檢。對圍繞邊境管制，有哪啲國家做得開放？指揮中心美講要提出標準，圍繞呢個國家嘅疫情規模、感染量呢，那自行條明圖，考慮係有風險付費嘅前提下，才會考慮來開放。而是老國規找風險分走時態對進行目標農長度嘅檢疫措施。第一大類就是剛剛講的，可能是紐西蘭跟帛琉，那這個可能未來每天都會變化哦。那也就是說，針對這一類，我們有可能因為他們的這個病例發生數是比較少的哦，那有考慮啊，是不是要做所謂的自主健康管理啊，就直接進來？但是這個都還沒定案，我只能這麼說。我們當然會設定很多的方法哈，根據在長期停留或短期停留的必要性，那樣的必要性有之後，我們再能夠跟我們的居家檢疫或集中檢疫，再加上適當的一個採檢的時序。好，來安排各種不同的情況。指揮中心之前未宣布，日期到6月初7係講到冇本土病例，就會擴大解封國內相關管制。不過要簽到年衣服，用第6月初7就解封。其實中國希望做啲國鐵也是全緊相復期，呢方面未半個地方有時間嚟做準備。客家新聞網連長千明之台北報道。雖然講呢，籌備呢，台灣係有新增加一類確診個案，不過大體來講呢，關於今年底有50年都冇新增加本土嘅確診病例嘅，表示講呢，台灣呢第3期多項一部分呢，以前係相對來講係非常嘅穩定呢。然後呢，仲係國際上未有同多國家也係呢有關嘅疫情呢，係漸漸嘅控制下來嘅。嗰種呢啲家下呢新聞多項呢，嘅指揮官陳時中沒有同大家呢來講到，嘅針對無強用國家呢，也係呢未來考慮外來解封嘅。來看到人呢聯合報帶來嘅報道，佢哋呢就會講，所邊呢指揮中心係同大家講嘅，針對一個邊境管制嘅部分，沙來呢考慮呢外來解封嘅，人哋解封呢會針對嘅國家嘅疫情呢會本做事態率，咪就係講會本做事態等級哦，一定要事態等級，前主要係用嚟來斷咯。前主要呢就包含講，廿條國家呢國家多項嘅疫情規模，還個有檢驗量能，然後呢還個有包含嘅疫情嘅執行嘅政府呢有公開透明幕，還個呢上邊呢有付費就會講。假使呢硬開封嘅，唔一定有幾片有開封幕，假使呢要做到廿條相關嘅規定相關嘅標準過後呢，政府呢會就廿條規定呢來同一個國家嘅
边境管制措施呢来悄悄的考虑来解封。从亚下呢嘅正从喺紐西蘭韓國有從配流鴉片，其實呢相對來講，以前卡穩天嘅國家呢就做嚟本做第一類嘅亞下呢。指揮中心係安宣講，一到相關嘅國家呢入境過後呢嘅入境嘅檢疫措施呢，就嚟不用看用到嘅，就做得呢自家做好空間管理鴉片就做得咧。前主要呢就講，現在一啲國家其實呢一下以前係非常嘅少，我呢就會講天然類係乜嘢呢？天然類就係講防檢卡大嘢一條仲係越南。原來韓國有一個國家，雖然講呢，其他國家還係有偏離嘅，不過大體來講，嘅規個沙氣度方呢，風險係有較大嘅。天然類嘅國家呢，一下規劃講，一到民眾呢入來台灣過後，是來檢疫5日就好嘅。韓國呢假使嘅時間多過後，佢採檢係陰性呢，做咗啲呢來做自家空間管理就好，唔是呢這個來配合政府嘅檢疫措施來檢疫14日研究。然後呢，第三對同其實對相對來講呢，就係一條風險較高嘅國家，像日本、歐洲同泰國呢，一下呢都可能係第三類。不過呢，針對一條國家呢嘅檢疫措施呢，我用嚟調整，一下呢指揮中心還係會繼續來研究討論咯。而喺台灣針對邊境解封嘅相關措施，而家呢要同到嘅國家呢，未考慮外來解封嘅，仲係日本呢未公布嘅價條頭一批外來解封嘅國家。唔過呢，中國時報同台近邊呢同大家帶來嘅報道就會表示講，而家呢要同到嘅國家已經開始來解封嘅，唔過呢仲係日本、希臘同紐西蘭、歐洲一個國家呢都。啲頭一批嘅開放對象都冇能入台灣嗬，而係用嚟來講咯。而前主要呢就講，從嘅希臘吧已經開放29個國家來做頭一批開放嘅對象咯。從喺中國、日本同韓國都有啲一啲名單度空。咁認真呢，一啲希臘呢冇留台灣嘅包含在內，就引起呢有動人嘅批評同質疑。仲因為講呢一啲國家唔開放喺台灣嘅，前主要呢就講。也就對台灣嘅防疫還係有爭議，前主要呢就係講有台嘅醫生也就提出咯，一啲國家呢會唔開放台灣有一定原因，主要可能講係因台灣嘅檢驗嘅數量係有較大地位，故所呢也就冇辦法完全來相信因台灣嘅一條確診嘅人數，故所呢佢係其中一定原因，如果你咩有好爭呢就因為講。也就呢一啲國家，前主要呢還係有可能考慮到政治原因咯。前主要呢就講還係有可能會受到中國嘅壓力。唔過呢，佢針對邊境管制嘅措施嘅部分，左邊呢你指揮官陳時中沒有同大家講嘅，其實呢各個國家都有加條自己安全咯。那部分呢，外交部還係會上網呢來爭取，上網來做交涉。好嘅，以上呢就係今日同大家來整理有關嘅其他報紙嘅進行重點。等下以下呢都會10點時節嘅行政院會來召開記者會，佢有乜嘅進行嘅消息，會隨時同大家來做總結。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一千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情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